近日外國社交平台有人 po 翻04年紐卡素贏車路士2-1嘅賽事，舒利亞射咗球世界波，但係網友嘅焦點放咗喺舒利亞慶祝畫面出現嘅隊友史必身上。喺2011年去世嘅史必，終年42歲。喺佢出事當日，史必喺一個電視台節目度擔任嘉賓。喺拍攝結束之後，同前隊友舒利亞一齊去奧脫福球場睇曼聯對紐卡素嘅賽事，當時並冇異樣。喺2018年，史必細個嘅教練被定罪喺80至90年代期間性侵兒童罪。有匿名嘅受害者舉報，目擊過史必都曾經受虐待，但當警方調查案件嘅時候，史必係否認曾經遭受性侵。而咁啱同一年，佢太太亦都發現咗史必喺生前寫俾佢嘅一封信，信入邊都提及佢感覺到好沮喪，希望可以瞓覺，永遠都唔醒。但係寫呢封信嘅時候，史必只有17歲。令到外界猜測兩者係有關聯。人緣好好嘅史必喺死訊公佈之後，亦都震撼咗整個球圈。